莫哭气声，莫哭气声。你的麦克敢有声？有啊，有声。听讲这是第0集，白板，你敢知影第0集是要创啥的？毋知呢，黑边你敢知？我嘛毋知影，嘿嘿。敢讲是因为咱台语台要做新节目啊？对啦，我就是看大家拢有这第0集，想讲咱嘛爱对得着阵啊。无毋对，第0集一般就是要小解咱的 podcast 有啥物精彩的内容。好，若无安尼，搁来一摆。好啊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语台开的 podcast 节目，来听黑白板，黑白板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还佫有甲观众朋友写的批用台语念出来。批倒位有批？即马开始收集就有啊啦。互你拍败。乡亲啊，赶紧写批来哟！若是无批，看你要安怎才好。那安尼到时阵就真正爱叫大家听咱黑白板来黑白板。死到看你安怎黑白板。拜托拜托哦，赶紧写批来！拜托大家，后礼拜再会。多谢大家收听，努力。